Hello，各位好朋友，我是郭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乐园》。人家讲啊，行上行下，唔当面农山下，就系讲面农嘅朋友青岛强强嘅风景，好食嘅农产品。去到面农嘅世界，除了我哋自家做功课之外，假使讲有陶兰先生喺顺后同我哋介绍啦，陶兰一下，哇，我哋去更加了解面农到底有乜嘅好搞好料嘅哟。今日呢，我哋千欢喜又想到一位面农菜梯，千里去陶兰先生来到我哋现场。带我哋来聊聊面农哦，我哋马上来分享我哋王生兰王先生。各本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姓王，我到省南今日各欢喜来上一个节目来介绍面农人，个面农人的生活。哦，欢迎王先生来到现场。哇，老师，你睇面农做一个陶兰面的工作噶，系唔系做清久的呀？哦，时间过得真急。上上回来有10多年嘞，17年有的哦，17年哦。老师，你係對退休開始做嘅嘛？錯冇？錯。我以前第一次從商啊，民國91年的時間。當時呢，企業界有一句話就講人要創造本人利用的價值，才有法度生存。哦。我呢91年可能冇利用價值咧，我就啲工作場所退休下來，因為我爸嘅身體也唔係幾理想，故且我就停下來就啲卡，加種經濟。幾多朋友呢、同事啊，我哋請來聊，想我去面農。但是我係感覺面農咧有乜好聊嘅地方，到底都食一啲板條咩，買一啲紙紮咩，邊咧有乜好看咯？都唔了解冇乜東西。我也冇可能帶去看土地白宮，也冇可能帶去看我哋嘅主題。我覺得我哋自家生活嘅地方啊，那有乜好看咯？嗰陣我都感覺幾奇怪。按到奇美沙奇大學嘅有一個劉兆年先生，佢也目前一啲面農嗰種研究嗬。伊呢啲沙灘可以門口好多面農經典嘅介紹。我剛剛我都感覺講面農咧有乜景點可以介紹，我都了解一下。喺朋友來嘅時節啦，我想去帶營養一下，所以我去報名做奇美沙奇大學嘅學員。去到嘅上一課1禮拜上上1節按補貼，有感覺講，這年先生有幾重嘅嗰種使命感啊！想去從面農做一個傳承啊！做一個傳承，聽呢上一課我有感想到講，真發現到講，呢個祖先也個生活的智慧啊，貴強，一等獎，所以呢我就意識到，就會拿點先生的資料，就將一個經典一點一點去看，先生可能看嚟雖然有年紀嘅，但是呢。可能可塑性啊，也很按高。故在喺有介紹嘅時候，會介紹我，喺我去做介紹。就按呢就一次就行業嘅介紹咧，人嘅行列地位。就一路行過來，除了最頭下嘅時間，有興趣上一個課，會唔會都一路按呢家庭一個陶蘭嘅工作地位？按呢老師。面農嘅朋友青島嘅運動嘛，有去參加到冇？像嘅反水庫啦，也係講人工湖嘅度。啲沙奇大學啲上課嘅時間，真有嗰樣嘅公共論壇嘅公共論壇有請環保團體啦，比如講像地球公民基金會啊度，李根正老師嚟講一個高屏太湖啊，也係講水資源嘅時間，我當發現到講，用一隻先生一講咧，讓我以前接觸經濟部水利署來這個鄉下也度來做嘅公聽會啊，用完全冇相同，有人都帶埋個立場，我咁樣會個認真去談，談嘅結果感覺有人講法都各有道理，我就想講，我要來了解看啦。嗰隻嘅嘢咧，談到語言講過以後呢，
哎，这样不会就特别留意一些的资料，按照哪里拿来看，看的时间又再去访问你较装批的人啊，哦，这样了解到讲，哦，安尼迄可以，比如讲闽南水库啦，也係講人工湖啦，哦，啊對呢地方影響一定大，哦，你無權利來投資下一套嘅資源啊，嗰陣呢，我認為呢啲行業嘅嘅泛水庫啦，也係泛人工湖嘅行業。繼續聽到大家來關心人哋土地，關心人哋嘅家鄉，錯。哦，老師，你講起來，其實闽南啊，你睇到人哋有講到有水庫，又有人工湖，闽南係唔係青島水嘅一個地方啊？哦，闽南嘅水源幾少？從民國68年嘅時間，民國68年嘅時間，我還有大一個沉江。哦，大江。大江下伊講沉江要每一次麼？到底20倉天哦。20倉、22倉。結果從客酒田嘅時間啦，唔使用乜嘅通力，唔使用摩打，一次架做補水，不到1個月嘛，不到6檔個，我嘅2樓嘅那個水塔啊，伊不上去切搞滿出來。按你講到的話，我哋拿一個竿咧，按你插埋一定來講，這個路卡就有啲噴泉。沉江就有誒。哇，按你水真是清多呢。啊，唔過闽南其他名字闽南，係唔係同樣嘅有關係啊？闽南哈，闽南一講起來也嘅那個歷史啊，講係幾久誒，就1736年到嘅。1736年嘅時間嘅李廣烏鹿村啊，有一個林鳳山、林桂山兩兄弟啊，就因為經過跟那個朝廷咧，清朝咩吼，朝廷咧跟那個合作以後，就來也帶人啲李廣，安尼經過羅農海，經過個土庫嘅蘇金寮、旗米來到闽南。當日就安尼來開墾，差唔多40公里嘅那個行程，單程。伊當日就安尼來，來嘅時間來開墾，發覺到一闽南吼，經常安尼水氣彌漫啊，水氣過少啊，闽南也嘅以前就平埔族啊，平埔族以大量嘅場所，做很多美容。在安尼情況之下，安尼嘅安尼選民伊就感覺講，闽南也就比經常安尼水氣暗多，不知做很多米農。3點水，阿彌陀佛叫做3點水，阿彌陀佛叫做米啊，米農。水氣彌漫嘅場所。安尼名嘅都安尼來，闽南開墾到現就有286年。按你來講，闽南嘅水資源很豐富，佢也應該青島水準吧？按你講嘅闽南水準有乜嘅故事呢？闽南吼雖然講水資源幾豐富啊，但是實際來講，一開始嘅時候幾缺水，因為講缺水呢，因為伊嘅沖積山平原啊，咁按你下來闽南啲啊，伊是三角體面吼，按你下來到旗山一片，到高屏。跟那個南子仙溪啊，那安尼下來，下尾水資源較豐富，但是上頭呢會較唔少，因為也水資源較沉嘛。就啲天嚟下去，也個水溫啊較沉。嗰陣安尼時間，闽南就幾缺水，當時濕田嘅時間，應講看田啊，又落水，真又好濕田又好。又好種作安尼啊，按啲1908年嘅時間，1908年就民權4年，民權4年嘅時間，日本人啊，當時日本政府咩，伊為到去開墾也高雄港，就啲闽南看到嘅人體型體質唔可以查，高大幾大，嗰陣安尼時間。就啲開咧，竹圍門發電廠。竹圍門發電廠就1908年。
第一开始去，到1909年的10月27啦，伊就完工了。古在今也有110年的历史了。按那时间，伊做好一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。伊伫罗农海做南一的水坝，大一的农。大个农呢有505公尺。嗰伊个引水道引水道啊，有350公尺。来到呀发电厂的东部，也个落差有21.3公尺。安尼落差就将那个水啊，也个那个水管有150公分的直径啊，个高压钢管有4门，就安尼下来。下来也个那发电机啊，就伫德国 AEG 公司啊，引进入来的那个发电机。当时一点钟嘅一台呢，咱可以发电500度啊。500度的时间，民生用水都冇，用电也冇，工业用电也係講國防用電，真有用到天。民間客家係冇用天。伊就將一發的天呢，就供應到高雄港，就開墾也高雄港。嗰在高雄根本會繁榮啊。感謝也個竹個門發電廠。竹個門發電廠發電以後個水啊，要排出來咩？排出來以後，日本人一樣更認真地做事情，伊就可以咧按到12條船，12條船按嚟下來，趕開美濃5000甲和5000公頃的個田。嗰在第1911年的時間，美濃的所有的趕開啦、排水啦，都見冇改變，更加很啲用。就完全本美濃也港也嘅5000甲左右嘅土地啊。嗰在第1911年以後啊，美濃啊就變啦高雄地區最繁榮、最嘅那個等於講米廠啊，農業最豐富嘅一個地方。佢中嘅門發電廠更加也係喺運作嘛，錯冇？更加因為一台機爭1點鐘500度咩，伊冇可能供應滿足人哋也用電，故所以更加伊啲順後做一個新嘅電廠。按家嘅舊嘅發電廠，伊完全保存下來，因為有一個日本東京大學嘅教授啊，很多西村信夫，伊就看過以後啊，伊佢強烈留喺呢個文件會啊，內政部啊來建議，要保存下來，可能可以留聯合國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，因為伊本身就世界文化遺產審核委員會副會長啊，經過伊建議以後，2003年的時間，民國92年啊，家下內政部就發文公聽將一個發電廠定為講國定的古蹟，國定古蹟啊。嗰隻今日去美濃，去看到一個發電廠，伊就係等於講美濃的一個心臟啊。也做個門這樣的發電出來的水準啊。係講作為一個比喻來講啊，一個水準就像要將一個土地啊，嚟比喻講啲人的細胞啊，也水準等於講人的血管啊，對美濃影響一定大。觀眾朋友，原來美濃的名嘅係按嚟來嘅喲，有按豐富的水資源同水準，更加還有重要的文化資產做嘅文化天廠哦，按到羅布比。等下呢，過來繼續同大家來介紹哦。上一堂人哋老師有講到，做嘅文化天廠有個輕重要文化資產。那除了一個文化資產，美濃還有其他乜嘅景點也係特別的建築呢？老師，
啊，你米农有特别的建筑，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冇？哦，米农哈，以前另外有一个名称啊，很多烟草王国，烟草王国。哦，因为米农的烟叶吧，也个产量哈，最多的时间还占台湾全省的1半以上。很多哦。米农也个样的烟叶哦烟呢啊，对米农人影响有点大。因讲可能就因为种烟呢，米农当我出很多博士啊。烟呢，含喺啲日本人啊，日本人差唔多啲民國23年左右嘅，加以啲美國維吉尼亞州啊，引進啲日本培養好以後，派50個人，然後有個農民專業農民來台灣來開始推廣。米農呢，因為體價較偏僻，當時交通也冇方便。那段時間呢，嘅種煙呢是一方面時間過長，二方面呢過辛苦，過多工，人工會過長，過多人工。嗰陣那段時間嘅研究公司，以前講公賣腔嘛，煙愛推廣也嘅那個煙葉嘅時節啦，其他嘅地區啊，比如講長治啊、林道啊，也係講像萬丹啊，煙對交通較方便，速度嘅衝擊較大啊。嗰陣安尼時節，煙都感覺講，我種煙呢，啲啊那個暗藏體，我唔當來種小鬼啊。種小鬼呢，我時間又較短，潛水又較靈活。嗰陣煙冇醫院來種啊。但是米農人呢，伊是因為講也有開鑿，又冇帶手嘅影響，政府全部會整數咩？嗰陣安尼時節，批啲地方冇愛嘅，全部拿來米農，米農就開始就越種越多，所以變咗煙草王國，也係安尼來嘅。按照發現到有個交工嘅制度啊，互相交工啊。安尼時節，像今日林先生嘅交工樂團咩？都安尼來，也係名嘅都安尼來嘅。嗰時有煙葉，有個產業之後，咱開始啊到有去嗰種頭先人講嘅煙料嘛，係冇？其實乜嘅形式嘅呀？煙料呢？台灣的煙料有2種，一種就廣島式的，嗰種是比較圓形，但也都啲東部的較多，啲花蓮嗰邊，像也西部那邊的瓜是都台版式的、大阪式的呀，有一個閣樓氣窗的佢安尼下來，都較西版的安尼。唔係圓形嘅，但是一種煙料呢，今日對以前嚟講，因為種煙呢也含係一個乾製品，煙呢算一個毒品用嘅咩，一個乾製品，乾製品要種嘅時間要申請，要有執照，咁做的。按個政府，日本政府也看有一多嘅田，差唔多可以種一多。一分地可以種15頭，本點摕下去種下去以後，生嘅一行嚟點，一頭一頭點過，多1500頭，多出來一頭一頭全部係綁頭，做唔得做，按嚴格，按做唔得留種嘅，冇用嘅好留下咧，種嘅做唔得留，因為伊開發以後佢有種嘅咩嗬，有種子有葉，人講煙葉咩，但是一般人有一個法律呢，一方面鼓勵個煙呢，二方面嚟講，政府冇一本農民自家有一個煙葉要安尼種嘅，佢說要種嘅全部要申請，政府以前會規定講，萬年嘅煙呢較好。按照制定以可以留下個那個煙葉，按流放也釋放起來呢。安尼老師，除了因為我哋講更加米農嗰邊冇種煙葉嘛，唔過我哋更加過些時間，還可能到嘅煙料嗎？
也盐呢吼，因为加入 WTO 啊，WTO 下去的时间呢，也做唔到有也保证价格，安尼时间农民伊无嘛个利好处咩？金钱呢，就每一年会老政府申请澄清，用特别款补助，但是第去年的开始，政府一次都冇再补助诶，也冇输诶，因为台湾的盐呢吼。品质也唔係真好，然後賣外國的鹽呢，賣外國的鹽呢成本又較大，比台灣的鹽呢成本又較大。所以安尼時間，伊都冇去輸嘅，冇去輸嘅農民伊無奈何去啊。也鹽呢唔係講像做酒可以去甲叫噶。安尼時間，農民可能驚訝台灣的鹽呢吼，為行業歷史。以前上鹽呢就講大阪市的咩？米農最多的時間差唔多有1800件的那個原料，1800件。每一件路卡攏有原料做。伊鹽呢，選出來以後，伊個大阪市咧，但是喺民國70年的時間啦，因為以前就小潮，小潮呢，可以幾禮拜做唔得停貨，做唔得停貨，但是呢。過去到民國70年左右，就改燒嘅呢烏油啊、棕油啊，燒嘅棕油、柴油，燒油下去嘅，我還本用一種原料。過去裡面改用天然，用天然嘅時間都冇需要用到也原料嘅，你就像伊啲貨櫃樣嘅，四四方方啊呢，按啲大廈呢，講啊呢叫上來，按就唔是用到也原料，故且以後民國70年以後都冇用到也嘅原料，也嘅原料呢，見也外形還可以到，但是內部呢，因為以前掛是用土狀嘅嘛，個天意冇利用嘅。農民嚟講，一般人就不會當作講係閒錢咧，係變草啦，變其他嘅東西啊呢。所以原料佢也看外形還可以到，但是看底部嘅那個嗬，實際也佢也歸難發現到。安尼老師，人哋去到米農啊，佢係合作嘛，像我哋第一講，人哋像6隊米咧合作哦，有一啲親戚嘅地方，如果行業嘅時節。總體有種米，也喺其他地方就會有白工。你米農係唔係也按到白工？可以同人哋介紹一下米農有乜嘅特別的白工，好冇？講到白工嚟講，米農人嗬對白工啊不管伊要求平安也好，求子女、求後代，求事業、求富貴，全部會擺白工。米農嘅白工呢，相對差唔多有。經濟啊，領導國家高中狀語文嗬，也個碩士論文啊，伊就寫米農嘅土地白工。經濟也個論文啊，米農嘅土地白工差唔多有將近400門。真是喺人哋合作，米嘅地方都有白工嘅。米農嘅白工呢，第一門，就會計白工。睇到嗰本講嘅就。莊頭莊米全部有咩？有開莊白工、莊米白工，甚至還有竹蘭白工、將生白工。有榕樹，又有榕樹白工，又有石頭白工。按嗰陣嘅時間，而家天門就係開基白工，對米農最重要，因為每一年有一個新年貨，有一個滿年貨，尤其滿年貨最重要。滿年貨嘅時間，嘅入駐啊。我哋米農人就講復甦啦，復甦啊，復甦呢，伊看伊咧日咧功課以後啊，今日下晝頭5點開始會擺到暗晡頭11點，要持祖持幼，也有客家八音啲順後啲演奏，啲下晝頭4點5點開始擺到暗晡頭11點。就完全行業嘅鼓勵啊！故所以到11點嘅時間，剛好天氣已經會冷嘅咩？差唔多
扣了差不多11年的左右的。安尼时间呢，个复苏有个叫含个那个师傅啊，将个那个猪羊的崩类啊，下水啊，来煮个那个煮咸糜。他干也就可以的是，不是钱呢，天热哈，有很多点心，点心呢就冻猪头，一个味哈，一个味差不多500元，咁呀，我喜欢人去订机，不管太细，反正一个单呢就500元，我们差不多每一年将近会100种作，可以闹热，真多人会来。甚至啲几百嘅时间，像高雄师范大学嘅客家研究所啦，又系客家学院，又系讲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，甚至中立嘅中央大学，人嘅研究生、博士生，人全部嚟做记录，一最重要一個那個點滴啊，基點，每一年都有，也個那個滿年課。各位好朋友，雖然講鹽業同鹽寮已經行年熱時嘅，不過呢，我哋還有北港也個看得到和保存的好好嘅文化資產，大家去美濃嘅時節可以聽到老師嘅腳步，我哋去行了一下哦。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哋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。老實講，美濃有400人做嘅北港，頭頭呢講到會計北港嘅，還有乜嘅北港係親戚配呢？繼續嚟請教老師嚟介紹一下咯。老師，你除了頭頭講嘅會計北港，佢輕重要，其實最頭下開始嘅嘛。你還有乜嘅北港內嘅？唔敢講親戚配嘅呢？美濃嘅頭頭有講到咩？嗰本有講過有莊頭莊米啦，榕樹北港、石頭北港全部有咩？但是美濃還有一種具體配咧，叫做麗沙鎮幹。麗沙鎮幹，鄰里嘅里，沙飛嘅沙，鎮家嘅鎮，鎮幹發財嘅幹，麗沙鎮幹。麗沙鎮幹就係一種水生北港，以前不寫到呀。種米出水口嘅地方，有專門灌水嘅。灌水嘅北港就很多麗沙鎮幹，睇美濃嘅片，像美濃有嘛？有美濃今日目前有西門，西門麗沙鎮幹，麗沙鎮幹呢，而家嘅就完全灌水啦。我哋客家有一句話講：身體瓜子唔過沙。樓梯瓜子牆面下，新的母體啊，新的母體瓜子我啲春3月金錢，瓜子台也都貼1年的時間，貼年以後，就變那個樓梯嘅咩？樓梯呢就啲牆面以前，唔好過牆面，或者有講，身體瓜子唔過沙，樓梯瓜子牆面下，有一個語法當然，而家就專門。灌水，水生北港。談講以前，比如講一莊頭，我入水，我不太水，但是啲啊做嘅那個麗沙鎮幹以後呢，莊頭都唔會有發生也個那個災害，就按呢個情況，等於專門灌水啦。都水生北港。係啊，我即個我睇綠隊我哋做田啦，又喺內埔嘅片，我哋以前萬世談過嘅，像講田面有乜嘅水準北港啦，係灌水嘅其他嘅北港，真是天班我談過麗沙鎮幹咧。像麗沙鎮幹，喂，怎麼嘅有很多麗沙鎮幹老師點喎？呀，麗沙鎮幹咧，早前以前有黃沙、淺黃，也有後沙、好色啊，諸河，諸河日本也個殖民派很多好色鎮幹，也個麗沙呢是最基本、最細單位嘅一種嘅那個水生北港，因為以前做前呢25戶啊，5戶為1里，5里為1里啊，嗰個1里差唔多有25戶人家。安尼時間，伊就一個麗沙呢就
也等于强冲的那种个那个水神八公，都离沙真干。也同咱神法国前进的八公路错，反正每一杯都看得到明日，也同伊冲牙拜顿安尼。哦，老师安尼俺哋行啲面农啊，除了八公俺哋有看的嘛，所以说也一行的，安尼行来行去行，应该会看得到俺哋嘅火房吧？哦，面农一片吼，也火房可以讲保存吼，差不多你行人啊，因为面农嘅人口今年冇上4万人，但是90%全部讲客。按伊迄个火房屋啊，以前安尼一般好多人讲说讲三合院咩，但是俺哋汉人就讲火房屋啊，比如我现在啊，我来林屋火房，我来정屋火房，安尼一个火房呢，今年目前来讲，可以讲面农吼和保存最多。一个建筑吼，像伊个模字形容的咩吼，也是看像伊个人的伦理观念吼，就安尼行人保存最完整，因为地背要服侍安尼阿公婆，就讲安尼的祖先咩吼，阿公婆，好多人就讲神主牌啊，神主牌，另外呢，也种个建筑，就因为穷乡穷欠买人。迄啦乡下兄弟姊妹全部喺乡下做很多火房，太七家乡下兄弟姊妹全部喺乡下，伊呢王也个呢真神，过做王屋，两片做很多王屋，王屋下去呢，也个真神老王屋交叉的地方啊，叫做很多龙的下，cái龍的下，cái下邊呢就安尼草料啦，也係講。做罕見的啦，也係一個個那個走托啊，一個空間，較高嘅，也種個建築，就像你行人，將有安尼建築法，因為也個活動波呀吼，安尼交叉的地方，而家很多轉橋嘅，cái轉橋嘅呢，好容易冇安尼做，做安尼行人將有，嗰陣唔看到安尼，嘅。有轉橋嘅嗰種建築嘅啊，唔可以改太淡，然後而實聽講，也係唔係行人喺度也嗬，就一天咧行人嘅師傅做嘅，好多人冇可能做安尼建築出來。嗰所以幾多研究生啊，也係博士生，而家嚟研究呢行人嘅建築文化，掛所謂嘅面農，我嚟看下火房。老師，我行底下講，由於啲風水可以嚟。他有個看得出來，係行人也係好多年那種。就是俺哋火房底邊唔係有個堂號嗎？嗰俺哋行人嘅堂號係唔係個龍獅堂嘅咧？堂號佢堂字喺中間啊。一個堂號吼，堂號啊，不管好多年行人啊、外省人，全部一脈相承。死河堂就相連嘅，不管係好多年也係講外省人吼。全部共用嘅，唔講人哋行人咧堂字係咪？發源地啊，也個發源地，有種居民，你行人也吼，個特殊，因為有寫堂，南埔6對體嘅堂啊，標中間，第一順位要讀幼師片，第二順位讀左師片，第三順位則讀中間，死河堂。像我哋香港嘅就講下堂，但是北埔嘅行人唔係哦，北埔嘅行人吼就死河堂，堂邊嘅順後，也還有6對體，佢還有個美隊啊，美隊就木米模嘅一種美隊，美隊要向兩邊向中間拖，一邊花開富貴，一邊就祝保平安，我兩邊。向中間拖，有萬流歸宗的意思啊！但是北埔的行人一律全部啲右手邊拖到左手邊，花開富貴，祝保平安，咁樣咧。大家都全部從堂號啦，佢同剛頭頭老師講嘅每一隊，像人哋6對體去有嘛？6對體嘅寫法怎樣嚟寫？好多人就掛是冇寫堂。就寫死河、龍獅，也係講彭城，就按嚟寫天。
按过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可能也会写40诗呢，哦，彭城衍派，繁衍的衍，派别的派，或者是西河衍派，也啲新衍啲五梁嘅，看当道主写2首诗听，伊冇写嘅那个图，也都行业好多人生活习惯还有一些的差别。真是老师冇介绍吼，真是人哋冇底下讲，原来地方还有安吉面看，可以看个美队哦，可能都个谈好安尼头，哇，老师，人哋头头一直讲，老个美浓人哋看下嚟个文化资产嘛，还做个文化天窗啦、水准，又认识的白宫，又有同火凤，美浓我记得，除了安尼文化之外，后面还有真丰富的生态啊。哦，美浓一方面啊。台东来讲，火凤下嚟都行路嘅都可以到，行路嘅还可以到自在嘅，可以到南山，东门楼，我也就全部可以到。但是到东北角嘅就有嘢，佢有一啲很多黃鐵鼓，黃蝶翠鼓，黃蝶翠鼓呢，而係1935年嘅時間，日本人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以愛一系列資源，鼓出一啲啲那個美洲、澳洲、太陽族、大洋洲，引進200人種嘅書種，啲種，啲繁育，啲種嘅時間，一條書嘅全部愛來種，唔係衍生種嘅，唔係你採體本體嘅種嘅，一種過程期都到也個葉嘅。做黃蝶、銀粉蛋黃蝶啦，也得黃蝶也個幼蟲，細蟲誒，而食的葉誒，很多也個食草，有安尼物種啊，你比看生態最方便的地方。嗰度學校戶外教學，全部我去到黃蝶翠谷啊，我去看，美濃水庫也個預定地就個叫嘢。觀眾朋友，今日呢聽嘅王先生嘅介紹，上底下講美濃還有很多好料嘅，不過你認識冇共樣嘅美濃哦。唔過啊，老師講嘅冇唔錯，人哋愛先對自家嘅土地、自家嘅家鄉付出了解嘅，讓佢關心哦。今日呢，請感謝老師帶來很精彩嘅故事，不過你認識冇共樣嘅美濃哦。感謝老師，感謝高本，感謝各位觀眾。美濃有個好料嘅地方，歡迎大家人有閒上來美濃料。什麼？安尼去美濃之前，我哋繼續先聽頓老師來做運動咯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係學運動嘅時間了哦。我係永煖，今日要教大家係拉丁有氧，同埋能熱情搖擺一下哦。你能準備好了嗎？好嘅話，請放起來，同埋能同下來跳舞哦。好，同下來踉步，腳同下踉步。好，我數自然擺動都可以哦，唔好同手同腳的哦。踏並步，加上數，加上跟跳，背後背。好，開，哈，開，擴胸。好，胸口打開來喲。看咯，這副衝出去。
打开，好弯片。南铺，前面西铺，后边西铺。嘎松扭腰摆臀，膝盖放松。前面行西铺，整劈。来做主运动的哦。前点。行的师傅也会爱送出去哦。压一块，髋关骨，好推出去。好，速自然摆动。前点。右片膝的1、2、3，弯片来，再一次，好旁点。同样哦，我骨盆送出去过来，髋关骨送出去，可以吗？好，跳摆，跳点。可以哈，跳摆，跳摆，好，等下前点、旁点还有跳摆哦。髋关骨送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加上5个数，好，跟大家 hello， 点出去，可以哈，好不好哈？好，旁点哦，旁，好，一样，髋关骨送出去哦，打松树哦，跳摆，跳。加松树往后来，行一跳那佢抗後背嘅樹，再鼓來，好，鼓來，左右，搖動你的腰部、臀部，好，不用鬆來。好，大家来做主运动的哦。好，前面西铺 ，pose， 后背西铺 ，pose，
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 ，pose。1、2、3、4 ，pose。pose。再一次来。看哈。再来1、2、3、4 ，pose。好，1+2哦，啊，夹松落哦，准备开始 ，pose， pose 前面点来，旁边。跳背，好，啊，准备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 ，and pose， pose， 前，旁边。跳摆，好，夹松，左右摇摆，摇下去，再摇上来，好不好吗？来前面 ，and pose， 跳摆 ，pose 前点旁点前点，旁点来。是耶，跳摆，跳摆，左右，摇下去，可以吗？啊，起起，跳起，起起，跳起。来，从起的动作开始的哦。准备前面行来，1、2、3、4 ，pose， 跳摆 ，pose 前点旁点，旁边，没输吧，一个打，后面哦，跳摆开始来，跳摆。好，摇下去，再一次哦，来，1、2、3、4 ，pose，pose， 前点，旁点，跳摆。摇下去，摆摆，再一次摇下去，可以吗？好不好吗？好，起起，缓和一下，跳起。最明白哦，准备好呀！开始来，1、2 ，pose，pose 前点，旁点，跳摆。好，摇下去。今天的动作好不好吗？迷你臀经常做运动，可以让你的身材变苗条，身体变好哦。
阿能好好运动，下次再来聊。